大家好，今次想同大家介紹新樓設計朗寓。呢個共有2座，有634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為246至1601平方尺，於2025年2月落成。小學校網48，並劃入觀塘中學校區。帶大家睇睇油塘朗寓364尺嘅一房單位。呢度雖然係細單位，但設計師用咗後生仔最鍾意嘅現代奶油風，將簡約同功能性發揮到極致，屋細細都住出高級感。小戶型最驚唔夠位放嘢，我哋喺玄關同飯廳訂做咗一組薄身儲物櫃，最貼心係加咗洞洞板，即刻冇咗嗰種死板嘅感覺，方便掛廚具或者小飾物。餐台側邊仲有一個超薄身嘅高身曲尺櫃，將牆角位用到盡。客廳電視牆用咗雲石面板，配埋圓弧線條同隱藏燈帶。電視櫃上面仲有一組特長吊櫃，專門用嚟收納換季衫同棉被，完全唔嘥位。主人房繼續延續燕麥色調，集齊休息、儲物同化妝台3大功能。我哋將雙人床放喺大窗邊，採光一流。設計2級地台，除咗儲物，視覺上仲會令間房大咗添。設計師好巧妙利用屏風隔開休息區同化妝台，透光得嚟又有私隱。化妝台同衣櫃連埋一齊，視覺好統一。希望大家鍾意今次介紹嘅設計。想知更多 Base Design 最新資訊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follow Facebook 同 IG 啦。